为着处理无适任的教师，教师法6年前修法，设立校方事件处理会议。不过，教师团体今日是批评讲，这个新法并无互处理的速度变较紧，甚至佫出现未少滥删投诉的情形。即阵张教总就要求教育部甲立法院修法处理。这个老师脚甲手拢受伤，伊伫学校内底去互学生攻击，亲像这类校园的冲突或者是争议，不时伫咧出现，时间一个久来，对师生拢会造成伤害。尤其教师法6年前修法，定出校事会议，还佫制定改评的办法，加速处理无适任的老师。不过，教师团体甲立委举行记者会，批评修法了后出现未少乌白投诉的案件，互老师是头壳摸咧烧，影响教学的品质。有的调查人员，我们看很多的地方，几乎都是用法律专家去做处理，完全没有现场任何一个老师在。最后一样走到不适任被解聘的，我们的数据里面大概6%，但我认为应该更低啊。全教总做一份问卷的调查，短短一礼拜内，都有6300外的教育人员参与，显示超过80成的学校开过校事会议，也有学校过去1年会议的案件都有20件以上。调查嘛发现讲，有9成认为对教育品质会造成负面的影响，超过8成认为会影响老师长期留任的意愿。当一个老师很认真想要为孩子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却步，说我会不会说的太多了，会不会被投诉？我投诉之后，我还要面临这么大的调查，最重要的是还有那个污名化，把这个资源放在所谓的无谓的这个滥诉的案件上，那不仅跟我们关注的，我们长期所倡议的这个行政减量背道而驰以外，那我想也会排挤到老师这个备课。有立委认为讲，亲像校事会议处理的做法有调整的必要。全教总建议，面对老师去外界不当投诉的情形，建议立委参考韩国教师地位法，规范外界对老师教学的干扰。教育机关甲主管嘛应该勇敢来承担，主动无徛名或者是乌白投诉的情形，捍卫教育的专业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